來鄉親朋友喺困過後啊，轉到福起來節目嘅現場咯嗬。今日係8月號空天來報道嘅單元，5月份呢嗬，大家愛自家、惜自家嘅大家內列哦，今日來同大家來講到嘅就係一個不一樣哦，大家係會觸到嘅大家眼睛上到用嚟到，然後先嘅大家前兩堂嗬，然後重點哦，變到大家自強眼嗬。呢下呢，我想喺轉到呢節目當中啊，都講到嘅是自強強眼，頭先已經講呢個排名本來當頭前嗬。每下子呢下是要講下來咧，咁講下上觀眾朋友可能一定上來啲講下，一個自強強眼哦。因為頭先講到呢個鏡頭就嚟到啦，嗬，顯示你眼睛上來形容版型咧。自強強眼呢，是因為得到一個叫乳突病毒，有一種病毒呢，得到之後呢，個3年到10年中間呢，是會變到眼。你假使要觸到安樣嘅一隻人類乳突病毒嘅時間，3年到10年，到10年，3年到10年嘅時間，你是會觸到自強強眼嚟哦。當多年得到也係人類乳突病毒。一種嘅病毒係哪時開始嘅啊？差不多是1000年以前。嚇，1000年之前是有安樣嘅病毒？就應該是有一種嘅病毒。用性行為得到嘅，台灣差唔多有15%嘅人，全部有一種嘅病毒。好年輕人呢，差唔多30%有咁嘅病毒。當多人得到一個病毒，所以呢，他間要去聽我呀，當然要去做抹片。當然要記得後來去做呢一個抹片檢查嘛，你當6分鐘嘅時間是做得。就好了解一定好嘅了預防咧。係，會提早來發現，提早發現自強強有問題麼？有問題嘅時陣呢，應該做治療是唔會得到癌。好，你講到啊，了解做抹片係一定好嘅啦，吼，提早來發現做抹片啊，吼嘅了解，你講啲結果啊，太提要幾久嘅時間？差唔多1禮拜到2禮拜是會低嚟啦。1禮拜到2禮拜時間是會低嘅，所以你順起來唔係講天等低啊，唔過對是唔會當久嘅時間，好，你係要固定今年都去做一擺。今年去做一擺。有嘛時間啊，好，你愛做抹片嘅時間是建議冇去嘅。係哦，用日經攞冇嚟，攞寫嘅行冇嚟做。韓國所有嘅婚姻間呢，要性行為以後是愛做嚟啦。冇等到30歲人做，20多歲要性行為全部愛去做，愛去做咧。咁樣好安全啦，好安樣先。也係好，當到20多歲人得到自強強眼喎。當20多歲嘅，得到自強強眼喎。好，你也是講到咧，嗬，你講20多歲嘅一個比例上，佢都會下高到嘅。唔講你講啊，嗬，大家預防都講應該後生年紀嘅觀念會下先啊，佢都。佢來做呢個檢查呢個方面，係因為佢好多人去做檢查，所以就會機會下睇啊。冇，一個年輕人嗬，唔係來檢查哦。哦，電動唔係來檢查。電動唔係檢查，佢個講我還年輕，我唔會得到自強強眼。唔對哦。唔錯哦。唔錯咯，一下變咯。年輕人好越來越多自強強眼。所以年輕人要去做抹片咯。好，所以講唔管你係後生嘅啦，嗬，一係講年紀好多歲全部啦，嗬，記得來做抹片。頭先要講到咧，嗬，一個好多歲2年1擺，後生嘅只係1年來做1擺，嗬，好過到了解嘅時間，嗬，一啲係人類乳突病毒，嗬，來引起一啲嘅自強強眼麼？啊，你啊，一啲預防嘅方法，頭先講做抹片以外。還有兩個預防啥做得來做，嚇？係哦，一下10年前，全美國、歐洲是有疫苗做得預防自強強眼呢。一疫苗呢，日本、美國、歐洲、法國，全世界呢，政府嘅國家全部係政府出錢，全國主要嘅疫苗效果當好。%差唔多有70到90嘅癌症咧，自強強眼嘅癌症會降落去，唔會得。
哦，所以因啲了解讲到咧移风沙来讲啊，吼，按到国家睇架是系上到做只移风，当然要做移风沙嘅效果会较好。不过，因啲讲到咧移风沙吼，有到移风沙系爱自家出钱，有到移风沙系唔是自家出钱嘅。因啲两种嘅移风沙要自家出钱吗？看地方，看地方。新竹市是50,000，新北市嘛50,000，嘿，离岛，基本马祖嘛50,000，基本马祖啦，即系呢度嘅位数啦，吼，香港讲嘉义，嘉义嘛50,000，因为也得县市嘅人种、市种讲哦，也对当重要哦，婚姻假子宫癌当多哦，莫不去得到咯，其实用也县府还有市出钱，和佢嘅市民来主要嘅避风沙。好，所以是有了解，因讲50,000给了解人士啦，不过有到位数还系爱自家来做了负担嘛，吼，了到部分用了大家来讲到，不过因讲到了解移风沙吼，头先有讲到了解爱出钱爱出钱啦，吼，系几多岁数来做啥，像啲社屋啊，吼，要出社要当到嘅了解冇強量嘅事件啊，吼，就要冇強量嘅移風沙來做。呢個了解只用強啱嘅了解移風沙來講係內需來做會較好啲。就美國、香港、澳洲、法國也國家呢，12歲到18歲一定要做，規定要做。讀書嘅學生呢，一定要做也移風沙。12歲到18歲。聯合國呢，聯合國是規定全世界國家一定要做8年以內全部要做也移風沙。8年之內全世界50朋友半樣人全部要做。18歲以下呢，全部要做也嘅移風沙。全世界2018以前要做得，12歲到18歲要做也移風沙。按照大家人子宮頸癌呢，是會大量嘅減少，所以是18歲以下，2018年以前之前全部來做全世界。哦，按樣名字做得做好了解移風咧，好，也是講到了解移風沙部分。頭先咪講到幾多歲來做，要嘛情況之下做唔得來做嘅嘛？有啊，係講懷孕是冇做咧啦。係，要順行空孕咧是冇做咧。韓國吼對亞種嘅移風沙會過敏嘅嘛冇做啦。嚇，啱用啲講啱會過敏又唔會過敏咧。做體力機會過敏是冇做體力白咧。因為亞移風沙係做3白。兩種嘅子宮頸癌嘅了移風沙有3劑，有3劑嘅了解，所以就係算係一隻完全嘅人講療程啦，嗬。保護你就話要啦，你做1劑要保護你嘛？要，沒有，我就半天。做1劑100，2劑8槍，3劑9槍。哦，咁樣嘅咯，所以你最好是係撈貴質嘅了解，你講3劑嘅移風沙全部來做睇。咁樣會好啲啊！做體液機要過敏啊，體液機是冇早做咧。好，咁樣好，你過敏嘅情形會當到嗎？冇，差唔多越8個年啲百度差5個年。5個年咯。會照。會開啊！會開啦，會風疹啦。會起風粒啊。係起風粒，安樣停啦，凍手啦。所以啲副作用來講咪唔係凍手。台灣做到一下2年呢，50萬人已經做過咧。已經台灣有50萬生人做，也嘅移風沙有做過。全世界有5億人口做咧，就冇乜嘅問題。好，你係想起到啲移風沙，還有你都要注意家下來講，你係啲突然嘅莊小姐有問題要來問哈，莊小姐你好。你好。係。我想請問一下醫師哈，曾醫師。那我有做那個乳突那個病毒檢驗報告哈，那個報告書哈，我有做乳突。是。那我乳突那個是結果是陽性的哈。陽性哎。對，有感染。然後人類乳突瘤病毒是寫2+。是。那人類乳突瘤病毒
结果写30型了哈。是那后面那一项人类乳突瘤病毒是属于未知了哈。是，那然后我在我们这边地方医院有推荐我点一种药，就说一期点那个药是12期哈。我乐得美我已经点了第6期，后半段3天哈，3次都会出现发高烧。那个起初第1期、第后半后半段，对对，后半段嘿，这一次就是烧的比较高，快40度哈。会灼烧。对，那我也有去请教我地方医师，他是给我讲说暂时还不要了哈。那我想请问一下医师，我点这个乐得美的药膏，如果说因为我的身体都会出现发高烧，如果说我不继续点或要继续点是怎么样？好，这台体两问题的安用品吼，你真紧的吼，你可能基本是取料的高腔地部都有两衣服的素材吼，长期生来老去做好回答。要得到一个人类乳突病毒吼，散失一種嘅好馬嘅病毒呢，冇乜嘅關係，冇乜關係，大部分嘅人呢，6個月隔幾為好，6個月佢吃價是會好起來咧，唔是嘛嘅治療，抵抗力好時候，即係講身體好時候，免疫系統啊，免疫系統係講好嘅時節是冇乜相關。一種嘅呢，唔會得到也這個子宮頸癌，唔會，冇關係，所以有朋友呢，先同你講。唔怕，冇關係，唔是煩惱，直接點。用咪講醫生咯，係佢愛插肉嘅咧。佢插肉是佢得到乳突，佢未有種嘅病毒呢，佢係另外一種病，叫做乳突。有乳突係用樂得美嘅藥膏足夠而家膏機。嗰12味道，有醫生是對啦，當好嘅醫生，當你治療嘅醫生當好。如果你用6次以後是會發燒呢，我係建議呢是做得嚟啦，做得嚟。休息時候咧，唔係講特登咧用到12味道啦。安樣型，做得老幾講到過去問下醫生。最終時候咧，我記得係對焦。最終時候咧，唔是講隔天係冇到12味道。不過有醫生嘅建議是對嘅啦，冇錯。好，來，應講到醫生安樣嘅隻建議係冇錯嘅嗬，安樣來做下回答。係講一啲傳統用醫護嘅為數，係我講到我哋一張醫藥儀，然後醫生嘅目標清楚啦。一講到兩位可能還有當到老嘅子宮頸嘅預防上相關嘅問題而來問，先到兩位來聊下嚟哦。家下進到一節目當中，能夠繼續來撈一啲曾醫師來答罪股。